解放軍陸軍喺2025年3月兵正式公開咗新型嘅第四代坦克同埋步兵戰車。中國兵器工業集團201研究所研發嘅100型主戰坦克喺2019年已經略現蹤跡。部分子系統嘅研發模型出現咗喺中國兵器一院成立60週年嘅宣傳片，到咗2024年嘅測試階段就俾人影到喺公共道路上行駛。100型坦克配備嘅主炮口徑係同15式輕坦相符嘅105毫米，而唔係好似96式或者99式呢啲主戰坦克咁採用125毫米口徑主炮。佢所用嘅彈藥可能內含電熱化學推進劑，靠呢種技術提升炮口初速，從而增加射程。另外，佢亦都有可能配備可編程智能炮彈。呢種彈藥尤其喺城市作戰環境或者用嚟打擊步兵陣地同埋防禦工事會更加有效。同105炮唔同，125炮用嘅係分裝式彈藥，即係彈頭同埋發射藥係分開嘅，咁就限制咗入邊個穿甲彈芯嘅最大長度同埋穿甲能力。同時間，其他所有第四代坦克都追求緊更大口徑嘅主炮，例如俄製嘅 T14 Armata 坦克嘅最終版本預計會裝上152毫米炮，而唔係而家所有俄製主戰坦克嘅125毫米。歐洲出嘅第四代坦克概念同樣傾向用同等或者更大口徑嘅主炮，例如 KNDS 為 EMBT 同埋炮2 ARC 3.0設計嘅 Ashkelon 120或者140毫米炮，以及 Rheinmetall 萊茵金屬 KF51上嘅130毫米主炮，都係要淘汰舊嘅120毫米炮。呢啲坦克嘅設計構想都係針對歐洲東部大平原嘅正面對決，但係中國呢款主戰坦克嘅設計目標就係要對付喺亞洲嘅潛在對手，而呢啲對手嘅坦克防護水平一般都相對較低。另外可以見到佢支主炮炮管幾乎成條都俾熱信號屏蔽板罩住，咁樣可以有效咁降低成個坦克嘅紅外特徵，令佢更難被偵測到。此外，炮塔頂部亦都配備有12.7毫米機槍遙控武器站，可以用嚟對付步兵或者係輕裝甲目標。白色坦克嘅重量估計介乎喺40到50噸之間，比60噸重嘅 99A 主戰坦克要輕，但係就重過33噸嘅15式輕坦。與此同時，其他第四代坦克嘅設計都朝向更大體積同埋超過60噸嘅重量發展。對於假想喺東歐平原作戰嘅歐洲軍隊嚟講，呢啲唔算係太大嘅問題。96式同99式坦克項目啟動於冷戰末期，當時中蘇雙方正致力緩和邊境嘅緊張局勢。呢兩款主戰坦克嘅設計初衷係為咗能夠喺蒙古同埋西伯利亞嘅大草原上抵禦大規模嘅蘇聯裝甲部隊。不過喺中俄兩國目前正處於雙邊關係史上最緊密嘅時期，呢個設計背景今時今日已經唔再適用。好多人試圖用特定重量級別嚟理解坦克嘅發展脈絡。按呢種思想去分析嘅話，得出嘅結論係白色坦克要取代第二代嘅96式，因為96B 型嘅重量為43噸。呢度需要補充說明一下，按照中國嘅劃代標準，第一代坦克指嘅係二戰後嘅設計，例如基於蘇聯 T54、T55 發展嘅59式，第二代就包括80、88式同埋96式坦克，技術水平大致相當於蘇聯嘅 T62 同埋 T64 坦克。第三代主要包括99式主戰坦克同埋15式輕坦。實際上，單純以重量級別嚟分析，其實意義唔大。因為坦克嘅設計用途同埋作戰能力並非取決於重量。新一代裝備嘅替換邏輯並唔係話某一款新型號直接取代某一款舊型號，而係以生態方式嘅形式成體系咁入列解放軍，並且成代咁淘汰舊嘅裝備。喺第四代裝甲車嘅生態入邊，唔同家族嘅平台之間會存在互相依存嘅關係，而每個家族內部乃至係跨家族之間都會實現一定程度嘅系統通用化。咁樣做可以為適應當前同埋未來嘅戰場環境提供更大嘅研發靈活性。尤其當我哋考慮到解放軍部分二線裝甲部隊至今仍然裝備住大約800到1000輛左右嘅第一代、第二代69、79、88式坦克，咁樣嘅體系化換代思路就會顯得更加合理。白色主戰坦克好可能將成為解放軍陸軍未來唯一嘅主戰坦克。解放軍嘅後勤運作極度依賴中國嘅鐵路網絡。如果試圖引入一款體積更大、履帶更寬嘅平台，就會喺火車裝載作業遇到困難。萬一解放軍陸軍將來真係需要更強大嘅坦克火力，完全可以喺同一個底盤上直接安裝配備更大口徑主炮嘅炮塔。
我個人認為，盲目咁追求更大口徑嘅火炮係重蹈緊二戰前海軍嘅覆轍。當時各國海軍沉迷於喺戰列艦上裝備更大口徑嘅艦炮，認為咁樣就可以贏得下一場海戰。但係戰列艦嘅時代已經走到盡頭，隨之而來嘅係海軍航空兵嘅時代。而家地面作戰都面臨緊同樣嘅問題。坦克炮嘅口徑從一戰至今就不斷增大。一戰時嘅 Mark I 坦克只係裝備57毫米火炮，到二戰末期，主流口徑已經上升到85、88同90毫米。冷戰期間進一步提升到105毫米，到冷戰後期至今就變成咗120同埋125毫米。但係隨住無人機時代嘅來臨，配備巨炮嘅重型坦克已經過時，好似喺俄烏戰場上，坦克之間嘅直接對決已經好少發生。簡單嚟講，重型坦克同佢哋嘅巨炮已經唔能夠勝任當初嘅設計用途。正因為係咁，我哋先會見到裝甲車輛設計思路同埋戰場角色出現咗改變。繼俄羅斯成為首個部署第4代坦克嘅國家之後，中國將會成為首個大規模列裝第4代坦克嘅國家。中國新一代裝甲車輛嘅核心設計理念就係模塊化，呢一點喺解放軍陸軍現役嘅大部分輪式同埋履帶式平台都有體現。相比之下，除咗 T14 Armata 之外，西方嘅第4代坦克設計都相對缺乏模塊化設計。跨平台部件共享可以實現更高嘅生產效益，同時亦大大提升後勤嘅保障效率。因此，白色火力支援車係基於白色主戰坦克嘅底盤開發，但係採用咗唔同嘅佈局。白色火力支援車嘅重量估計約為40噸，同時間西方防務公司正在研發嘅步兵戰車多數重30至50噸不等。佢嘅無人炮塔配備嘅商用圖鏈炮可能係30或者40毫米，並搭配一部專門用於無人機防禦嘅對空火控雷達。如果真係採用40毫米口徑，好可能使用緊嘅係新型埋頭彈。埋頭彈嘅彈頭完全收藏喺藥筒入邊。呢種設計能夠賦予40%嘅穿甲能力提升，威力相當於傳統嘅57毫米炮。更強嘅穿甲能力來源於更高嘅炮口初速，令到佢對無人機呢類快速飛行嘅低空目標更加有效。唔單止係咁，使用套筒式彈藥所需要嘅空間更少，令火炮可以實現更大嘅仰角，對付喺頭頂飛過嘅無人機就更加有效。車體尾部嘅部分收納艙同埋艙蓋嘅用途並未明確，有推測認為其中一部分可能係用於安裝反坦克導彈嘅垂發裝置。同類型技術此前已經喺其他中國防務企業研發嘅車輛上出現。白色火力支援車僅有3人嘅步兵載員量，相比全球現役嘅其他步兵戰車而言明顯偏低。呢個特點可以用佢火力支援車而非傳統步兵戰車嘅定義嚟解釋。白色火力支援車旨在為白色坦克提供直接支援，佢嘅作戰任務涵蓋戰術偵測、對輕型裝甲同埋步兵目標實施中近程火力打擊、無人機攔截，以及可能使用車尾嘅任務模塊內搭載嘅巡飛彈或者係反坦克導彈進行超視距打擊。呢種協同作戰能夠彌補白色主戰坦克嘅視覺盲區，並且承擔其105主炮唔太勝任嘅作戰模式。100系列形成嘅作戰組合反映咗解放軍對現代同埋未來地面戰爭中裝甲車輛運用嘅方式嘅創新思維。呢款新型嘅火力支援車預計將會列裝重型同埋中型合成旅，並且逐步取代最老舊嘅步兵戰車，包括約2000輛實質為國產 BMP-1 嘅86式步兵戰車。中國第4代裝甲車輛嘅其中一個設計重點就係戰場嘅態勢感知能力同埋無人機作戰能力。後者毫無疑問已經成為現代戰爭嘅關鍵要素。解放軍一直密切關注緊裝甲車喺俄烏戰場嘅運用。無數因為車組人員視野不足導致嘅悲慘片段顯示，態勢感知能力對於裝甲嘅成員至關重要。同樣，大量影像亦都證明咗無人機偵察對贏得裝甲對抗有決定性嘅作用。然而，俄烏戰場上無人機同埋裝甲部隊嘅協同作戰咁多年嚟都未有進一步提升。車輛成員必須依靠通過無線電通訊接收外部無人機操作員提供嘅情報。無人機操作員同埋車組人員仲要面對觀察視覺不一致嘅問題，咁就引申出一個問題：點解唔將無人機操作員直接部署喺裝甲車輛上面呢？就係因為咁，將偵察無人機同操作員直接帶入戰場嘅創新構想應運而生。
百色火力支援車配備咗2架搭載光學傳感器嘅4旋翼偵察無人機，呢啲無人機可以由車長或者係車載操作員直接控制，從而強化單位指揮官嘅指揮控制能力。一款能夠從15式輕坦炮塔頂部起降，大小類似大疆 Matrice 系列嘅小型4旋翼無人機，早前已經喺2020年嘅珠海航展上亮相。佢嘅作戰模式就好似坦克放風箏咁，採用有線操控方式，通過電纜連接坦克嘅供電源。除咗大型4旋翼無人機之外，2款白色戰車都有可能操作更多唔同類型嘅無人機。另一個選擇係2024年珠海航展上展示過嘅一款圓筒型同軸無人機，呢個特定型號能夠執行半徑10公里內嘅偵察任務。除咗偵察型之外，當時仲有巡飛彈同埋自殺式手榴彈版本一同展出。2款戰車嘅車組人員頭盔配備咗擴增實景視覺系統，又稱為 Augmented Reality Vision， 能夠顯示車輛周圍分佈式孔徑傳感器傳來嘅360度全景影像。呢套高科技系統最初係為咗隱形戰機研發嘅，車長頭盔可能仲具備有頭部追蹤功能，提供類似攻擊直升機機炮操作方式嚟控制遙控武器站或者無人炮塔。通過融合來自傳感器嘅信息同埋戰場地圖，並且將佢哋直接疊加喺車組人員嘅視野上，可以大幅提升全向態勢感知能力同埋反應速度。此外，信息處理單元同作戰管理系統好可能已經具備 AI 威脅識別能力。事實上，早喺2022年嘅珠海航展上就已經展示過一輛經過無人化改裝嘅15式輕坦。更高程度嘅信息化同系統集成，仲體現咗喺並排式成員座艙內橫跨3個成員座位前方嘅電子顯示屏。由於需要處理來自大量新增傳感器同作戰網絡嘅信息，戰場管理系統必須配備有更複雜嘅數字化界面。另外，閱兵儀式上，車組人員手腕上仲帶住不知名嘅智能設備。最近被黑客組織 Black Moon 揭露嘅俄羅斯防務文件入面，似乎有提及該設備嘅有關信息，但係信息可信度需要進一步驗證。日後有機會嘅話，我會同大家分享我嘅分析。順帶一提，由一份關於成員艙氣流熱動力學嘅公開研究論文可以睇到，成員嘅舒適度同樣被視為最大化戰鬥效能嘅關鍵考量因素。全面提升嘅態勢感知能力會顯著提升喺城市作戰環境下嘅生存能力，特別係面對擅長不對稱作戰嘅武裝分子。作為一個反例子，從為數唔少嘅加沙戰場片段可見，哈馬斯武裝人員可以喺完全唔被察覺嘅情況下，走近以色列坦克同埋步兵戰車，將反坦克地雷或者簡易嘅爆炸裝置掟上去之後，安然無恙咁撤離。解放軍空降兵亦都喺93閱兵上展示咗第4代裝備體系入邊嘅空降兵裝甲系列。本質上佢哋可以被視為100系列嘅微型化版本，同白色系列一樣，所有第4代空降兵履帶式裝甲車輛都採用通用嘅底盤設計，並且同100系列保持大量零部件嘅通用。有機會日後我會再同大家講解。所有第4代裝甲車輛都配備咗多層嘅防禦措施，專門應對多類型嘅威脅。最外層係進攻性防禦，透過主動搜索並摧毀敵方設備，喺威脅形成前就先發制人。其中步兵戰車嘅商用圖鏈炮就係呢一層嘅關鍵打擊手段，佢能夠有效咁攔截低空飛行嘅 FPV 無人機，亦即係俄烏戰場上對裝甲車輛嘅最大威脅。跟住係3層緊密銜接嘅防禦圈，最外一層負責偵測有威脅嘅目標同使用軟殺傷措施。整套偵測系統由光電分佈式孔徑系統負責捕捉來襲嘅目標嘅紅外信號，再配合激光同埋雷達警告接收器，實時監測敵方瞄準系統發出嘅輻射信號。至於軟殺傷手段方面，則採用類似 99A 坦克上嘅 JD3、JD4 激光同埋紅外干擾裝置。呢類系統對依賴影像追蹤導引嘅 FPV 無人機，或者好似標槍導彈採用嘅紅外熱成像導引頭都具有干擾效果。不過實際成效取決於該威脅目標識別算法嘅抗干擾能力。喺威脅接觸車體前進行最後攔截嘅近程防護系統，構成咗中層防禦圈。系統配備提供360度探測同埋導引嘅5面有源相控陣雷達，其中包括專門應對頂攻彈藥嘅頂部雷達。
炮塔兩側嘅軟殺傷防禦煙霧發射器能夠有效咁阻隔或者散射紅外信號、可見光、激光同毫米波輻射。呢層多頻譜煙霧屏障能夠有效咁遮掩車輛，令到要依賴特定頻譜電磁波運作嘅導引系統失效。白色坦克配備咗12具呢類型嘅軟殺傷發射器。所有第四代裝甲車輛都配備有2台 GL6型硬殺傷攔截彈發射裝置，其中白色坦克配備咗8枚避彈，其餘嘅作戰車輛均配備4枚，空降自行火炮除外。根據官方嘅軍事紀錄片展示，GL6型硬殺傷主動防護系統被驗證可以同時攔截2枚 RPG 火箭彈，第一發來自空中嘅無人機俯衝攻擊，緊接住另一發係來自水平嘅發射器。當所有防線都被突破時，就靠最內層嘅被動防護嚟保護成員同埋關鍵部件。100系列車體側面加裝咗附加裝甲模塊，呢個設計明顯優於缺乏側面防護嘅 99A 同埋15式坦克，顯示出對車體同埋成員保護嘅重視程度提升。除咗常規複合裝甲同壓製均質裝甲之外，100系列裝甲家族可能配備咗先進嘅電磁反應裝甲。呢項技術早喺2017年嘅一部穿甲測試紀錄片裏面已經亮相過。電磁反應裝甲係專門為抵抗成型裝藥彈而設計。當成型裝藥引爆射出嘅金屬射流穿透裝甲時，會瞬間短路裝甲內部2塊平行嘅導電板，高壓電流會穿過金屬射流，產生強大嘅磁場，對射流施加反向作用力。不過呢種裝甲耗電量就極大。此外，由於電子系統數量大幅增加，總電力需求明顯係超過以往任何一代嘅裝甲車輛。白色系列採用嘅係柴電混合發動機，呢項技術源自於北京理工大學獲得2019年國家技術發明獎嘅研究項目。配備大容量電池後，電力分配系統能夠滿足耗電系統，例如電池裝甲突然激增嘅電力需求。當車輛淨係使用電池動力運行嘅時候，低熱量同埋低噪音嘅特性使得車輛更容易實施隱蔽。混合動力發動機同時允許實體嘅子系統更靈活咁樣分佈喺車體嘅各處，從而優化內部空間嘅使用。坦克由最初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問世，輔助步兵奪取戰壕陣地，對戰場產生嘅巨大變革，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至冷戰期間嘅大規模裝甲集群對抗，演變至而家無人機喺俄烏戰場帶來嘅巨大衝擊，迫使坦克同埋重型裝甲嘅設計同運用必須進行第3次變革。解放軍第4代裝甲車輛已經展示出前所未有嘅技術複雜度，相比舊一代型號，佢哋充斥喺 FPV 無人機嘅現代戰場同城市作戰環境中，生存能力大幅提升。西方廠商嘅裝甲運兵車、步兵戰車同主戰坦克設計，至今仍難以實現同等程度嘅先進技術整合。例如 KF-41山貓步兵戰車配備嘅 Lance 2.0炮塔，雖然預留咗選裝長釘反坦克導彈模塊嘅空間，理論上亦都可以搭配無人機模塊，但係無人機系統始終未成為任何現役或者研發中嘅步兵戰車核心設計。而美軍嘅裝甲偵察車計劃只係準備喺 C4UAS 型號整合無人機功能，而非全平台普及。至於擴增實景視覺系統，目前淨係得以色列嘅鐵士系統投入實用，並且只係部署喺以軍嘅梅卡瓦坦克。硬殺傷主動防護系統仍然未被廣泛使用，而混合動力裝甲車輛更係其他國家尚未涉足嘅領域。更遑論西方軍隊至今仍未有任何第4代主戰坦克正式服役。精密動力系統同埋隱蔽策略相結合，配合高度傳感器集成同埋信息化帶嚟嘅係態勢感知能力、代際嘅飛躍，令車輛獲得清晰洞察四周環境同埋可以先敵識別潛在威脅嘅第六感。由新一代威脅偵察系統、軟硬殺傷防禦手段以及被動防護組件構成嘅防禦層，使100系列戰車能夠從容咁應對現代戰場上任何嘅潛在威脅。正係呢種全面嘅革新，令中國第4代裝甲車輛成為真正改變遊戲規則嘅存在。呢一輯視頻係我第一次製作 YouTube 影片，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喺下面留言俾下意見。大家如果好想支持我嘅話，可以喺下面揾到 PayPal 資助我買返支咪。喺呢度亦都祝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多謝大家收睇，下次見。